等这个那个，我等养等是。我养克来过，该等这个是的。但是研究那不是我看点可能10个主可那个嘛，10个主那个嘛都是年嘛危险那年嘛用个。危险的那样的。啊，那样嘛个，那个。养的这，但是我就好像一个养像，打电话一个打电话一个话来讲，在养上别的但是养可能，这跟那上班人还送给你。哦，你看我花了当了这是年门儿的。都才年门整。才年门儿整。好嘞。哦，你个面试头一年头2年多给都招没拿东多啊？对呀。我都年晃为年都是流通过没？对上的。哦。啥玩意儿？你这20多号之中啊，26你3点多走，没听下懂啊？俺这为年都。关注。俺这。是咱们个。是挂州。挂州多。好嘞。那不是那都看嘛啥？这华南12都看着好像头一年都8个了湖南，我都看到28就拿东都这块跟都养感觉这个啥干那个地方，后来这28个那牛黄拿东都光没，拿东都苦。那都可是也是，但是中产，但是嘛你这个那边都要你你这下咱对你这个跟是，但是那个也是跟亏成一下吧呀。我亏成2几下吧。亏成也是，听到他包给是还是让这吃花椒面，吃花椒面，吃花椒面听过挂辣椒面。挂辣椒啊。听过，就26都是拿东嘛没？26、3面试也没行过嘛。也没行。我26那是给你们单还是没行过？对你啥我报给回来都不是。报给回来过这都走。2天3天考这嘛。考这没得啥也没得个没得啥那啥。这让他这只是不是中啊？这只是不是他那就开始，以前就准备来是不是跟这钱儿100块？我报给是让他那前几年也是挺多，3个月。挺多3包。还搞到还去3个月是呢。啥子也是跟着头顺一下个走。那个报给是那吃下过挂辣椒没？挂辣椒没。好嘞。我听都不上去挂辣椒，滚的多嘛是。我滚的多。可能搞多光也是跟单位多。养起来。你单位养啥走？跟单位那块钱儿养起走。跟支持个支持个行。那个俺伙是个要俺这个那个吧。真的混电厂。混电厂。混电厂。混电厂是这大热天还个那个那在。混电厂。混的发电嘛。好嘞，再听到。我跟单位啥还是支持养花椒嘛。支持还是干是关键，是不想花钱嘛？还是那个跟着一个也是跟你听过，让你农村的，那还是那个也是桌子那个一个就是养起嘛。我这拿东西嘛过没？拿东西过，俺不给你不花椒没？不给你花椒。那个俺伙不是花了第四包金了还是？第四包姜嘛，因为前次上庄去上辣椒没？上辣椒。我还是挂回来就头水挂一花椒嘛。头水挂一花椒。你个也但是你中传去，你块24好像是。你块边找。你块边找没干啥？都旁边小过嘛，都配位不是过那几个。配位还是挺多，那上嘛现在眼里那营养的，养个吃个嘛，干走还是没比啥猪，这该配一个猪香。该配一个猪滚辣椒。滚辣椒。都这些苦还是包有酱没？包有酱。那比2次半那都在这行可能行都个上过，但是长时间你那个也个酱嘛你嘛。像是你看这个你看这你零件行头是把该没试过是酱的。没试过这其实没得过那个没。这家伙3年以前都日报上都花了到那上面试花了100多光。100多还是？但是也有嘛。就俺和你爷爷嘛，就爷你搞可以爷给侬。那但是咋个呢？就一个家务嘛。一个家务。我该是这花了嘛。还是前次上了嘛。我该俺和2上都花了2上都该行不上去，就是行不上去，2年没挣了完。
都鬼大劲儿啊，那边鬼大劲儿那边鬼大劲儿那边走啊，那边算天儿那劲儿花了光没？光，哦这边儿都才是个叫么？哦，搞听我偏偏这我这行杆儿都不都干啥什么啥头领过，头领是这杆儿发的什么？杆儿的估计不是长杆儿啥杆儿去过，头杆儿上都头东这吃没到二干你怎么？是过那二干你。杆儿干那个是咱们这头杆儿好像这一个，但是我们是杆儿黑起来的。哦，你那二干你种啊？你跟那其他种嘛？这个，要小黑的都咱们头杆儿小灰那小灰可几万啊25多。哦，25的小灰多的，25的小灰都怕是会手买个丢的光。会说就是说，一个头说一个也能吃啊，还是新疆我在广东是有吃啊，哦，因为你那顿都我是哪边领的？吃哪边了？我之前没进去，那就问过，直接丢就不老没新疆。好嘞，他是新疆我叫周家的新疆我叫挂丢的，就挂丢了，那个都专家去上挂丢了嘛。丢了。他是查过奖没有？查过奖查过奖吗？查过奖吗？查过奖你面膜体面过光？体面光啊！体面光。啊，你都查过奖吗？好嘞，查过奖小黑都挂丢了嘛？丢了。那个小黑都不给号儿还是？我给你小黑都啥话用？啊，小黑都啥玩意儿了好嘞，那个小黑都后来丢在啥地那个？夸大光。啥那光？天天夸大光是，小黑都干那花那个庄稼吃那块了没？花那庄稼下脚了。花那庄稼吃那是种坑啊，这花那光干庄稼吃都干那花那参加过了。哦，庄稼做花那也看参加过嘛？好嘞，我庄稼这楼汉离这个那个呢？好嘞咱这干楼汉这花那不？哦，楼汉你不是花那二块儿的，好嘞。就不来你好留楼汉那块儿的。让那花那个楼汉种坑没？哦，花那不是楼汉种嘛？好嘞，好嘞。听过不来这沟儿坑种啥边啊，儿？不是，不是那啥不是。啊，大的话还有外国姑娘跟上过呢，在长头是这，提黄庄稼就上多少户楼汉种好嘞，楼汉种好嘞，庄稼是楼汉种小嘛好嘞。哦，第二年这庄稼是很大。前2年种晓得吧？啊，都过年才那种都不啥都庄稼是很种可能。好嘞，啊，不是种块绿是。是中国干那中国见到20没身体呢，也没用过没，都楼还贵过，这楼还是种好了没？贵可能还是种啥了？你好像都光的锅儿了还是种啥的了？挺正哎。这年大概要嘛？那是属猪了那顿的，都那顿是你根本不啥不啥捞啥的，好多人都来丢一网都所有的那顿的个是这个搞个去，挺正啥的了。听过那干啥你，但是那点儿，大小是走你拉上楼还是走，你没有那走，这1来那个北头上往走你哈住真有啥呀？好嘞。走，你不知道哈是那边个嘛？好嘞，没有你来不着好呢。来不着，那走，你窗气孔哈住光，一块有那个都不红光也是你看那，你看咱那是不一样。好嘞。明年休息今年就是正2年底3年底，就干脆这个走一块第二年，咱建立工厂没？好嘞。第二年建立工厂走感觉，过年银行是你挣钱没？好嘞。这年子养啥走，也是走他是那，对过是这你到过年都打工没？好嘞。到年子你搞啥过走也是他是那不是干工的。哦。现在可能到年子养啥走，他是那也是，电话号码个联系个啥，大概个可能。好嘞，今天打啥样事儿的？打啥样子？那是年子蛮啥种样啥样子？好嘞。这年子你眼前的让人，但是呢，还都是些干啥的嘛？还都是这也是打什么的嘛？也没你忙嘛。哪嘞？干啥呢？这都上了不60档讲年龄60。年龄60档讲。年龄60。你这退休金。我光退休上我那用大下干，有的那些人还是花奖嘛。花奖嘛。有的上能走，家子啥，到那咱能走，不啥奖嘛。哦，挺奖的。但这让你个小妹，从那个小妹。楼上那。好嘞。好嘞，给你个。干这个这
感觉个儿这你都啥感觉这很多时间你真的忘了。挺正啊。嗯，不是你今年我但是说没嘛。上下这干是那点这个，俺们是这也是今年花了呢，一天离开其他最天那个拉餐是，一个都是呢，样子呢就是啥样啥这一个都他生出过去，一个天是跟花了呢真是那个钱谈，里面还钱。就你别看根据华南都是头嘛。那这花了呢。过日头儿你才开始拿上老板生活，过都是这样。都是拉餐的时候儿弄的。好嘞，你就华南你头儿你啥就。都花了你头儿啥就如果最近这去内部学都他是去内部学对大哥，他是一个研究或者亚学可是有了，好嘞。他是那这他是这给出一上就没得了没，就他是给对大哥就挺上来的，这个用过大是办的。就挺那个嘛。哎，现在我来现在要么是图书馆没事。之前有个500吃，专门个车。也没抽。那个对球会你都啊很土坎儿哈，叫没干事土坎儿哈，可就是个就是。不光土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感觉样子都，个上，你看地方你看了，但是个老年啥个像个一个乘客上面样啊，土块还了，一个乘客上个。让你这开过了空乘客。不是看个乘客上面了，乘客个都老年，很上到对流是。这些对流是个，这是不是讲这个签字块了？双签块的块装个双签也是车上面，这是单签嘛？单签上了，可是对，后来后面就是让根据规定。这样子让那签字就，反正你猜这个人民币，拿人民币。哎，就那你猜这个就那东大关键给个团嘛，这张，这团去了。这边是我这边是这个乘客号还是上真的就是包啥土多，这后头就是速度上那个那个就是都也没那个用。后头是要没得那个现在。压根号上那没得那个。没得那个。俺那没团都是签字卡过去上没得。签字卡上没得那个真的。有的是那上的。好嘞。都你，都个最那干是个来知道过。你压上呢，你传输给那个嘛。你们去签字的卡是啥？都签字拿人家给去弄的。拿人家这团给去弄。可是你没得了啊。肯定没得。肯定没得，拿人家给去弄。我就这回号上啥签字上那个叫没？上那个叫。我都要么老话了是说人家上人家那上过没？过。都，我都那话了都开过，我这个看啊，都开过，我3年没归了。都开过3个是老话了是，那就说人家天天开过，不就那年没过没？那年没过没？我打湖北最没是20没20个，签字上了叫没上了。签字上了叫，签字上了这呢，要到22年下午呢签字上了25都上了上归呢。25都上了讲。25才上了讲。上了都是不走。25都这样个情况。25那都赶紧，但是呢也是把这护工就挺多，但是门儿呢加宽这样的，挺多呢。门儿提给人头儿蹲个用时装，那个传输个时装个是车管理过，车管理过个直接跟花了是多大呢？听的是这哈到那儿会这会个什么？这都你这个就没嘞。听过你以前还是咋是你都跟杨强，啥是手哈子里边嘛？手哈子里边那个，这几年还是什么都没拉空来一个。我看这东西手机里边的这东西压个啥的嘛？都是那。好你感觉都前面来个好呢，前面那是12个。我都听啥去那边你就听啥，你干嘛啥苦就听着
嘚儿啥叫没？都这啥还是叫没？我可是听过，都听你比听着大乡咱们都会儿也是，感觉前面的。土门个啥叫么？都土门是豆小面应该土门儿个就可以吃土门儿嘛。哦嘞，搿单是可能个只。哦嘞嘞嘞，哦嘞，听听啥酒？哦嘞，听起啥叫么？哦。啥这还是这两个手指面子，两手掌个手骨头嘚儿啥叫没？手叫没？手叫么？我都不知道土门儿啥子。哦。哦嘞，听过啥个儿子你看啥子了，都直接一样多没，俩耳朵。好嘞。耳那是你意思是，一个问他一个离了叫啥？好嘞。离了你上次一个他是朋友去，你这个女腿子那个跟一条龙门了那个后个在那面，你双生吧了，好嘞。那是双生他那个好嘞。一条龙门了，你一条你龙鱼江了，那龙鱼江现在个老汉子去了嘛？啊，老汉是可能个了。都你以前从以前用可能都，你好啥离了很好。听说25年都就是包个签字上拿库，这样个子，25年都小黑点都。小黑点都这让你一个这个什么这。听就是听这个啊，说。你听这个说这年那个这个什么？就是40就听不起个呗。啊，那不去个。哦。这年那就不去是什么？啊，都听了这个啥子好像那没地方讲没，都二老爷都有讲的，是吧？他是二老爷的是嘛？哦嘞。哦。听说我条东听过，不给不是忽然间听他就讲没呀？哦。我20年都可不咋20年都真拿东没？真拿东。真拿东都不咋签字上来讲没有？签字上来讲，听过你。真拿东都不咋是甜多还是这个富滩龟都是差不多2、3年本儿2、3年本过，赶紧时间过走去点儿。都最没事，上慢慢点儿的了，这了噻。那这方没听。这都多少钱那个？多少个急了最。急了听个。还是丢的不是有时。头可不上面了，块儿高头头可不上面。好多见了困这个大佬们。困这个大佬，这困这样跟那大家伙们。南空个住客手上了，跟这怎么了？你个水上这，跟六七个姑娘风人他有啥？哦。那个包日库拿东20年都拿东都包日库先签字上了讲没？签字上了讲，签字是后跟你一个20九了，跟你让你过，你刚到那边儿这跟。不给还是个，不给你那个，让你不给你，只听你不给你，想不啥块儿了。就滚钱粮嘛。滚钱粮嘛，滚钱粮这里不啥，什么都干，相信那个嘛。啊啦，相信滚钱粮不好过这就没中华了，我跟你讲。好嘞。好嘞。听过在干是你的研究可能这双钱啷干？好嘞。我家里还没说。二老爷的话那他是本等钱嘛噻。等钱嘛没，就是双钱是咋弄的？好嘞。眼前的大生也是，老汉那个往干，双钱上哪去？该双钱了，我2个二老爷的名都是。二老爷。二老爷你该双钱上了讲嘛？就老话那可能阿姨嘛是。还没说呢。啥没说呢？啥还没说呢？双钱上头讲的。双钱。我好像也不是双钱上就等钱上来。跟等钱嘛。跟等钱嘛。好嘞。我都不知道，该是双钱上了个。好嘞。这双钱上那是你别个是一个老三子，不就是大家碰法，该是你这讨论着，这个都他是用啥去黑水果这上样了呗。好嘞。心里边儿不大讲呗。可是想法比较黄那些听了影响，这他事儿可能知道的，跟其他听了是，对个没气儿样。哦，那个然后就两回。上到这，这种签字不是没得过，这签字这发起来用个，天了还用个也是进度都是。进度是。这跟这。哦嘞。啊，他妈批的签字可真了，哦嘞。听过个老汉是相信这样。哦，就是这样的。跟头上边个也是，你刚说他个直接，从那跟你们那边来着。好嘞。那边来个是
그냥 막 성공 저 위치 되게 싫어가지고 지차 저녁 시간에 진짜 송한거 就简单上了他就送孩儿了哇。 저녁 이걸 영사 저 야가 저 송한 这个孩儿叫那个顶上面也是。 딩시벌로 년년 아직도 상하라야 好嘞， 저 거다나 상하 저거 그죠 好嘞。困上了可能没结果过面啊。 그러면 저 님가 문제 하고 저 그서 그 dingo 야가 이거 위치 되게 싫어我可能关前两年包括你关前两年是这车噻啊，那个只可能来没得了没完。 是因为都前次上了啥叫就直接20个，就直接。 直接就你感觉就你就산도 뒤지 산도 연구도 아직 그 비싸 저가 29점 만나 설명지 好嘞嘞。 하나 29 미디로 사실 그 간주 사실 저 미디다시 저 미디다는 好嘞。 그 연구 그다 이거 사실 니는 절대 나가고 好嘞嘞。 나가고 저 이 번체는 뭐 好嘞。 都看是번체는先是看的 好嘞。我都关前年是可都过儿去呢。 저거 그 진짜 진짜 저 샤프도 연구도 영마 연구 저 괜찮아 나가 연구 뭐 都拿红不让哭， 저 나 하면하고 저 再没 뮤 탄도 루스고 이거 스타지 연구 저 前次呢， 찬스 나서 前次呢，都就舍不得不干的是， 저 싶다고 가 就后3两年就舍不得不干叫嘛。 그舍不得对不干哭，说些个六十慢慢的些个来， 저慢慢就习慢慢的说不些个了。 저 진짜 연구 부서 공부하려고 好的，对， 3天2天 很高嘛。 방타고 지금 되고 就第二年上了，上都经常上了就完了。 저第二年自检查上了讲 但 저 那是上天荒年没。 检查上了 这前面还是他是保美 好的。 前面是检查上了真的检查上了 前面上了，前面。 一年上了就一年上了成功是一年也是上了成功个该是你但是你个老一年的不离你一样了 好嘞。 跟周家对也是花了那个啥不过路那就忙都天了一些 好嘞。要是这个阶段。 好嘞 这花了花大过 好嘞。 杨成明那南家那个嘛 好嘞。 银行就是这感觉这个话个趣味的话如果用花了帮个几个块几个就感觉包给你那个他去个20那个了 好嘞。 啊这个那上边姑娘 好嘞。 这个你们 听你讲话了，这样子。 好嘞去年花了就是你打花了呢几个块用个刚都去打花了不到那个用个跟你要你啥花了哦。对是吧 长日亏嘛。 好嘞 这么多省的那营养啥好都是营养 营养啊， 营养的住家营养 不加营养啊。 好嘞住家营养还是打算跟打算忙这让啥该是亲戚听着这个浪哇。 好嘞 哦，就这没都长日亏起。 好嘞这就 这过年还是省光嘛。 生活 啊。 可是你们啥跟那水果为啥还是那边了 说是那边浪哇。 听那签字装一个签字完的是3个签字吧1个签字可是哦，可再往里吃个签子，这个主任一样没那是。主任要那一年里那2个面干上到面干好嘞。 签字上了这小朋友都是3个签字上了是全部是地理是上了就落去啥上工？了就录取啥工3个签子上了，啥个落去的是。录取啥工还是还是啥录取历史这个阿虎你上了他疙瘩啥，就是上了做啥疙瘩上了。做啥上做啥疙瘩上了？一般是里面上的，里面上的。你面上了是那哦，个那回头里面上来叫嘛？你面上里面上来。你面上哦。这前面是你面上哦。啊，你感觉小朋友都3个上了，就是个我记得上嘛。录取历史听过我记得是个就准全个上听过杨科后边都是开始还不到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呢是就是把当木刻的那长手指一个木刻那
木块儿了，长寿的那木啥还是茶籽这个手过还是那边儿，对，还是那边儿了嘛。那边儿，听我听杨克上走茶这个，这个钱是哦。啊，就别是在前上老公的，钱子上了吧？前上老公啊，这前上了第四个了，第四个，这啥子样都是那么，那边都只花了找人只出来是不是？就好像不是，说前后没那你啥。就好像是那个楼还是楼花了啥个子，我们楼花了个光美，等你的话，那你别不是你是六家搞嘛？甚至这个嘛，去啥树下边儿领了。不儿了。哦。不儿了，现在是不是不儿了？感觉头出呢，就把楼窗就啥不儿了，楼窗那个就啥不是呢？那分八啷去了。环把啷去了过啥那边儿了？到那边儿了嘛。因为那个那两个啥，这楼还是蛮严格的这个嘛。哦。他以前他都知道是跟画了个画了会儿那他哦，好的。你跟他是跟那头出那个还是用个空个样子给他噻。空是他是用交流到那去。哦对，讲用人就讲了，真的要一个用起过去了才经，用可能啥人妈妈就是画那个画把跟人起来了，哦，对你别纯说不拉光没。传授搞过。纯说不拉光，这块儿丢的老纯说不拉光嘛。对你别都吃苦都吃苦点儿不拿个没。对，吃点儿我听那个。然后就是过去听说上没过人家点嘛就不光嘛。过日子嘛，这那个，这过日子嘛。然后那顿的最面是那回收里面是羊肉都了啥？砂锅椒，就是回收鸡嘛。对，回收那没是干啥过叫嘛？你老汉子看咱对面啥饼都是2.2升嘛？2.2升嘛，你最前上嘛？最前3磅嘛。最前上。给你豆家那他花了看啥个啥光了嘛？砂锅椒都可能大概。你是最前上最。前3磅，你家那都可能要点饼嘛？都是可能。家那都是那呢？日本咱回收干直接丢丢了砂锅椒都是那个嘛。但是基本上你那种都要不然嘛，砂锅椒都可能还挺贵，你就可能买丢了咋说呢？那上的上牛河是52呢。说的都没啥都垃圾车嘛，都没过。那边贵啥个？但是原来是挺多，没子西原来不是个也是那种的是只有多了。现在你推咋样过？他给你推选手光。你可能砂锅椒丢就会去面子没？面子多少了嘛？哦。人家最前个呢，他给啥个都干111类的这年那个东西，这个还是用过，该是就这那边啥70不是几票。咋会那东亚那丢的可能大是了，还是不可能嘛？纯水平的。挺大的用。不知道其他丢的可能是大是那么光啊。哎呀妈光。那看这上面还是都没得那个说。对，这上头还是没得，但是是那是没得。啊，对，你要晃到搞到那有找挺多东西没有？挺多东西。我听到钳子是用啥东西噻？钳子那个是，这个拿人说他这找上直接提给小个，用咱们这估计他那个用个这木克什。木克什。我记得科技院是种这个噻。种这个是那么的我们。德国帮嘛。德国没。因为听说那这是说不就是啥样，就是这号种这个办法，真的。这是部队往都干是去那边干。给你们种这个家。好嘞。因为德国种这个有就是。种这个就是种这个种干是。如果去不给现在送钱哈算，你就自己说部队是谁去吃哈就。去过去吃哈就，咋样吃哈就，啥都形成那种就可能。那种就可能。那个是这单位啥，他收钱的话，就是样样都花钱给。这个是跟他是就是他老板的，提供他的不，都该是最近大家去过。去了吗？提供他的。3成起，叫提供他是安装的嘛，就干脆。黑烟嘛。黑烟。黑烟啊。黑烟，这那边呢，你下那这样子路边好像啦，这听着全一个。黑烟嘛。好嘞。黑烟啊。黑烟啊。全一个，但是我听懂，黑烟是什么是过嘛？是过嘛的，我就查那查啥把一个钱这个东西找没。对，去一个一下。因为是，
원래 그래서 니비 달라요. 아니 걔는 너바이 니롱 구멍이 원래 이런 거 구멍도 그 다른 니잖아. 맞아. 아니면 걔도 영지 버스 그지 쇼좀 되자면 이거 원래. 그래서 하는 거야. 되게